文化部推出创新册市计划，要参实体册店合作，伫台湾各地头举办艺文活动，希望民众行入去实体册店。这业者也表示讲，这文化部推出着成人礼金文化币政策，确实增加不少少年人去到实体册店买册意愿。一本一本的册，每一本内底拢是丰富的世界。你有偌久无行入实体册店买册啊？度过疫情，文化部办创新册市计划，参各地册店、出版社等等单位合作，为今年7月到明年5月，伫各地头办正百场的册市艺文活动，望大家通各一摆行入册店。怎么样长期经营16岁到22岁的人？我个人觉得，它其实也事关了整体的未来的独立书店领域也好，我们阅读养成习惯也好，甚至感更严重一点，也涉及到我们整个出版界。独立册店业者表示，现主时凭疫情期间，人潮有增加3成左右。即阵也发现，因为文化部推出的成年礼金文化币政策，加入册店的少年人变质有加4成左右。不过，伫网络册店的继续竞争之下，实体册店要是歹经营，更较免讲是独立册店状况如何。我唔是要甲网络册店的人去诱来实体店。其实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买物件的习惯，图书统一定价这件代志。就是讲，咱新册多出版的时阵，你会当卖拍一折。伊较介意实体店的人，伊会当无啥物感觉讲，迄个为着迄个介绍伫遐咧硬桥啊，感觉伫你遮买册，咱就去用贵。独立册店文化协会表示，除了希望建立新册售价规范，通互实体册店较好生存，也望即马的文化币政策通常态化、长久执行。透过鼓励少年人惯习买册、读册，安尼实体册店就会较好经营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